继中国的新疆还有西藏地区出现群众抗议，那么近年来呢，内蒙古地区也是频频爆发民众抗争事件。日前，因为抗议国有林场强占他们牧场的6名蒙古牧民，被中共当局呢是以破坏生产经营秩序罪起诉。这6人分别被判1到2年不等的刑期，但是他们的家属和律师不服这个判决，决定上诉。数百名牧民也是连续2天到当地政府请愿。日前，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新苏乡嘎查村的6名牧民因抵制牧场被占的案件开庭。起诉书中指控6人煽动当地牧民干扰林场人员的工作，造成经济损失。当地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分别判处6人1到2年徒刑。被判刑2年的牧民特古斯巴因的姐姐沙布杜对新唐人说，1月4号他们家人就收到了判决书。下头准备给他上诉了，他本身就没罪，判咱们说那个啥罪。也被判刑2年的嘎查村村长图利古日的妻子沙兰高娃说，他1月4号到看守所拿到了判决书，6人都是上个月31号被判决。现在他已委托律师上诉。10天之内，如果上诉的话，看守所里是那个上诉状没写呢，律师正好写着呢。当地牧民说，上个月30号至31号，有近200名牧民连续2天到市政府门前抗议这6人被起诉。我们老百姓问了，到底有什么罪？给我们解释解释。那些七州府那个领导还没接我们，找他们谈话，没接待我们。这起案件源于去年6月，一个名为双河林的国营林业公司非法占用牧民的土地放牧，6位牧民因此与中国工人发生冲突。图利古日最初的辩护律师呼和保利在当地政府的胁迫下退出了这起案件。蒙古族律师呼和保利指出，这起案件只是土地纠纷案，6人被刑事处理，这种判决明显不公。他们几个应该不构成罪，而且是在审判阶段，检察机关的证据严重不足，他这个罪名是很勉强的。后来是他们把6个牧民羁押以后，6个牧民当庭都不认罪嘛。后来公检法机关天天到看守所做工作，说你认罪我就放你，不认罪我就判你。图利古日和特古斯巴因拒不认罪被判2年徒刑，另4人在当局胁迫下认罪，但仍被判处1年半监禁，缓期执行。呼和保利指出，这起案件的爆发一开始就错在国有林场不该去强占牧民的土地。土地管理法有个规定，比如说双方土地发生争议以后呢，双方对有争议的土地现状不能改变。当时这个土地已经发生了争议，所以说应该双方都不能改变这个土地现状。但是林场的职工他们是违法了，我们去制止是应该是合法的行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对媒体说，早前村民们曾前往市政府和北京上访，当地政府受到了上级批评，因此他们对这些牧民采用了刑事处理手段。海外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南蒙古观察网站引述当地牧民的话说，庭审当天，当局禁止牧民的代理律师出庭辩护，并阻挠数百名牧民前往法庭旁听。据了解，嘎查村牧民因土地被强占已上访7年，遭到当局的长期监控和迫害。去年，300名牧民就曾针对当地非法卖地及抓捕6名牧民，致函各级政府及检察院等部门，指出当地前党支书记额木格图以及现任党支书记刘金互相勾结，非法卖掉2万多亩土地。内蒙古是中国北部资源丰富的省级民族自治区，约占中国总面积的1/10，拥有中国最大的煤矿储量，人口约2400万人，其中蒙古族不到20%。近年来，内蒙牧民反抗国有矿业公司和林场强占牧场和土地引起的冲突时有发生。去年3月，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牧民因不满数万亩土地被强征，到北京上访，遭当地公安堵村阻截。2011年，1名牧民被矿业公司的卡车压死事件曾引发大规模示威。